羅定有幾架勢？作為廣東省首批歷史文化名城，遠喺50萬年前嘅舊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類喺羅定嘅大地上面繁衍生息。羅定係一座好細嘅城市，細到即係佔廣東省版圖嘅1/77。羅定雖然好細，但係呢度出產嘅稻米就好架勢。羅定嘅米唔單止好靚，有啲仲好貴，貴到成幾十蚊一斤，就好似聚龍米、阿產米、青州米咁。點解會賣到咁貴？就攞出晒名嘅阿產米嚟講，阿產咁熟嘅，冇錯，佢就係香港嘅阿產廖偉雄啦。因為羅定正處於北緯22度陽光活力空間，全年零霧霾潔淨天氣，加上羅定嘅稻米仲日日飲山泉水，搞到連阿產都跑到嚟呢度耕田。除咗稻米，羅定嘅4輪羅竹蒸籠都係好架勢噶。4輪蒸籠咪就係我哋平時飲茶1盅2件嗰啲蒸籠咯。清朝嘉慶年間，羅定4輪已經生產蒸籠，至今已經有200幾年嘅歷史，同羅定稻米一樣被國家列為地理標誌保護產品，多年以嚟享譽全球。廣東嘅同學仔都知道廣東3件寶係陳皮、老薑、禾稈草，但係大家又知唔知道廣東10件寶又係啲咩呢？佢哋分別係新會、陳皮、梅苑、金柚、紫金蘭、糖、珠峰、開油、德慶、貢金、陽春、沙人、化荔枝、英德紅茶、徐聞、良姜，同埋架勢到同樣獲國家地理標誌產品保護嘅羅定肉桂。羅定喺海外一直以嚟素有桂香嘅美譽，羅定嘅肉桂出口39個國家，產量佔到世界嘅48%。其實地球人每日都分享緊羅定嘅肉桂噶，因為佢係可樂嘅特別成分。呢度除咗盛產肉桂，仲盛產將軍咁架勢噶，淨係羅定出嚟嘅將軍就有30個，有啲甚至架勢到影響中國嘅近代史進程。其中一位就係大家熟悉嘅蔡廷鍇。1932年，蔡廷鍇將軍率領19路軍喺128事變之後奮起抗擊日軍，為全面抗日爭取咗5年嘅備戰期，對抗日勝利有重大意義噶。睇真係威到威時機喎！羅定仲有一個架勢嘅名叫做龍舟。嗱，我係專登講錯噶咋。根據不完全統計，有95.63%嘅外地觀眾都會讀錯呢個地名。查實正確嘅讀法叫商州。商州嘅講法喺好早之前就已經有所記載。本來在康熙字典619粵語都喺度講過。大家啱先聽到係羅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古話。你冇聽錯啊，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咁架勢噶。羅定係一個多元化嘅城市，喺呢度啲人除咗講白話，仲有能古話、挨話、漳州話、陽山話同埋遼話。羅定仲有好多關於文化嘅代表建築噶，包括有羅定文塔、長江波道槽、羅定學宮、清娥書院、龍龕崖獲耳屋等等。講到羅定嘅架勢史啦，就梗係要講下羅定人嘅膊頭啦。以前羅定佬出外揾食做生意係擔出嚟噶，擔槍、擔擔、擔藥箱，冇錯，呢個就係羅定最初嘅酒三行啦。羅定人嘅膊頭可以為咗養家糊口，擔嘢穿州過省到處賣。羅定人嘅膊頭可以為咗保家衛國，擔出一條抗戰補給線。到咗而家，羅定人嘅膊頭留翻俾後代更多嘅係一種精神擔當。羅定人仲好中意食，而且仲食得好架勢。你一定知道叉燒包，但係唔會聽過有廣州叉燒包，又或者係深圳叉燒包。但係講到魚腐呢種美食咯，佢嘅全名就係羅定舟沙魚腐，因為佢又係羅定另外一個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，即係話喺魚腐呢個領域裏邊，羅定係一國宗師。雖然羅定只係一座小城市，但係佢肩負嘅責任就一啲都唔細。喺呢個只有4個街道、17個鎮、123萬人口嘅地方，就有4條高速公路交匯喺呢度。除咗高速公路之外，咁細嘅羅定仲有機場同埋火車站㗎。其實喺羅定鶴咀山出土嘅海上絲綢之路遺物就知道，從古至今我哋都係一個重要嘅交通樞紐。經濟嘅發展固然重要，但係羅定嘅自然風光亦都係好架勢㗎。平塘赤山風林、聚龍洞、八排山、龍灣瀑布、風車山等等都係出晒名㗎。仲有響2014年，羅定就入選咗由農業部公布嘅中國美麗田園名單。而家好多有夢想有志氣嘅羅定青年都選擇到大城市揾食，因為羅定人夠膽識夠拼搏，所以有好多羅定人都響大城市做咗大老細。就攞日化行業嚟講，霸王、傲雪、亮莊、名人、牙博士等等呢啲羅定人打造出嚟嘅牌子，係咪好架勢呢？好多老細都會選擇翻嚟羅定呢個宜居城市置業同埋助力家鄉建設，因為佢哋相信呢座城市因為團結，所以未來充滿爆發力。因為佢哋深信呢座城市因為好客，所以未來充滿感染力。因為佢哋堅信呢座城市因為舒適，所以未來充滿吸引力。有人話羅定好似冇乜好有代表性嘅符號，而家我要話俾大家知，羅定有3個好架勢嘅符號，佢哋就係爆發力、感染力、吸引力。咪住，羅定仲有樣嘢。